后来乡亲啊，有关这个过年大门帘这件代志，命理专家讲，围炉迄天早起的6点到中昼12点，阳气上旺，一定爱甲旧门帘拆落来，拆好破，然后起旧迎新，甲这个新的门帘搭起嚟，安尼会上好上旺。 就伫要过年啊，不过春联是袂当凊彩搭。正月28、29暝中昼进前的阳气是上旺，但系时间嘛要正确，才会当提升加温。左边要重音，虎边要轻音，这样才对。哦，你去用念的啊，万一2个都是一样的平、一样的音，那就用台语念。正边倒边袂当搭唔着，佮有门口袂当搭春，或者是颠倒字，这细节拢要注意。收到红包，若是方法用了着，佮会当收财。因为这个折起来哈，这个我们在赚钱的时候哈，财运就会受阻。那我们这个钱要把它放在枕头底下，不可以把它花掉。那等过完年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再把它存到我们的银行存折里面。不管是搭春联，也是红包，拢会当替金转年，招好运甲福气，互大家人伫咧新的一年好运隆中来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